2022年的正月初七，迪卡健身投入大尾宽，身躯炸着上在地的元素，咖子茶啊、盐水、迪卡，这三档甲咱这面线兄弟做伙伫尾宽，算出真侪数无前例的台味客话。伫台湾的文化推广，写着真显目的成绩。2025年，迪卡必须透过更加多元的展演方式，将台湾文化传承落去。兄弟啊，感谢这3年来的支持。恁对着迪卡的每一步，我拢谨记在心。做伙推广、传播台湾的文化，你咱拢是重要的推广者。迪卡吞足机调味台语专辑，甲3D 演唱会。迪卡吞足机调味专辑，甲3D 演唱会，望恁斗阵来看成。迪卡吞足机调味，工商服务。调味好礼已经轰动上市，手里罐纪念夹子，新计划的干帽徛内底，古早味的锁匙徛仔配乌多摆的后涂池，互你丰神四界去。酒开啊、米露杯啊、甲白铁啊边角是11个好家私。复古 CD 播放机配调味专辑，来听音乐真舒适。大家请注意，有好康的要甲恁通知，调味好礼限时购买，唔通错过。看有介意的拢总买。我精明干练呢。